好啦，大家咧就睇咗咧上一集咧就講緊咧，就係 Google 咧嘅 Gemini 咧，咁點樣衝擊咗嗰個 OpenAI，咁啊影響咗可能間接 Microsoft 啊，或者係帶好咗 Google 嘅股價啦。咁啊，但係咧就我哋都有個賣咗關子咧，其實就啱嗰一集就講緊一樣嘢咧，就係 Google 咧其中一樣嘅收入來源咧，啲人就會睇中咗佢嘅 TPU 啊，係嘛？咁啊，TPU 方面，咁啊，大家會第一件聯想到硬件嘅龍頭係乜嘢？硬件嘅龍頭梗係 NVIDIA 噶啦。咁 NVIDIA 係乜嘢最叻啊？咁啊，啲人成日都諗緊佢嘅 GPU 啦。咁啊，Francis，咁啊，本身嗰個 TPU 究竟對嗰個 GPU 咧，究竟有幾大嘅衝擊咧？嗯，係啊，TPU 嘅衝擊咧，大家咧近期留意新聞就係不停睇緊，哇，會唔會真係咧令到 NVIDIA 嘅 GPU 企埋一邊咧？因為其實睇啲股價都見到啦，即係自從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咧，連隻 NVIDIA 都要急跌啦，大家開始有啲擔心嘅。好，不如我哋先從一個技術層面上咧去了解下，到底呢兩種嘅晶片差別喺邊度咧？我哋講咗TPU 先，TPU 咧嗯。其實就係 Google 自己研發嘅獨家嘅，喺2016年嘅時候，即係大概9年前、10年前咧，第一次喺呢個世界亮相嘅一款晶片。呢一款晶片咧，其實佢個目標咧好簡單嘅啫，就係想用嚟加速做一個叫做學習運算模型。咁咧佢入邊咧嗰個技術咧就有啲複雜嘅，即係例如會提到話用到一啲叫張力運算啊。或者係叫做矩陣乘法啊等等嘅複雜嘅概念啦。嗱，我唔用複雜咁講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你當 GPU 同 TPU 咧都係一間餐廳。咁 GPU 即係 NVIDIA 嗰隻啦嚇，咁佢入邊咧就有10個廚師，咁然之後咧有10個雪櫃，咁呢個廚師咧佢就不停係咁，呢10個廚師成日要係咁喺呢10個雪櫃度來來回回不停咁樣去拎啲食材先至係煮嘅。咁而 TPU 咧就個雪櫃咧就直接喺個廚師隔離嘅，咁啲廚師咧就唔需要跑嚟跑去咧，就直接可以攞到食材係咁煮嘢食啦。咁簡單啲嚟講，當大家都係有咁多嘅時間嘅時候，TPU 咧啲廚師可以煮到嘅餸啊，煮到嘅飯咧就會多過 GPU 嘅。咁而呢個過程中咧消耗到嘅電力啦，亦都會少咗嘅。咁即係因為你跑嚟跑去嘅過程少咗啊嘛。咁嗯。自然消耗嘅電力亦都少咗啦。嗯。咁所以咧呢一種嘅晶片咧就會被人視為哇，用嚟專係研發 AI 好厲害喎。咁而Google 亦都係當時設計呢個晶片嘅時候，就係用嚟去訓練佢一系列嘅 AI 模型啦，包括上一集同大家好詳細解釋咗而家最新嘅 Gemini 3啦。仲有佢嘅喺Google Cloud，即係佢個數據中心部署嘅一系列嘅嘢啦。嗱，咁有一樣嘢都好重要咧，就係想講，咁呢兩樣晶片點解會做到佢哋個效益會唔同咧？咁其實就係要同大家温少少書。咁嗯。記唔記得曾經我哋做過一集咧，係講叫做有種晶片叫ASIC 啊，即係 ASIC 係啊。客製化係即係證明，晶片啊。冇錯。係啦，客製化晶片嘅特色咧，就係基於你目標係想呢粒晶片淨係做啲乜嘢類型嘅功能咧，而設計出嚟嘅晶片。咁即係所以咧，TPU 嘅功能只係能夠做 AI 訓練模型、機械學習。咁而 GPU 即係 NVIDIA 本身最勁嗰粒晶片咧，GPU 仍然係一粒萬用嘅晶片，係一個廣泛能夠被用嘅晶片。咁呢個個差別係喺呢度。咁但係依家我哋嘅市場重點就係講緊訓練 AI，咁就令到 TPU 咧喺呢個時候就可以突圍而出。經歷咗呢10年啦，依家正式喺呢一個鎂光燈之下咧，被大家咁樣矚目咁關注住。咁如果睇翻一啲科技媒體啦，佢哋用嗰啲數據分析嘅。咁依家 Google 咧，佢哋最新出嘅呢一款客製化嘅 TPU 晶片啦，已經去到第7代㗎啦。咁佢嘅算力咧，到底有幾勁咧？如果我哋用NVIDIA Blackwell 最高架構嘅嗰一款晶片嚟做對比嘅話，淨係針對喺 AI 訓練嚇，淨係 AI 訓練啫。依家 TPU 嘅嗰個效能係可以高出 NVIDIA 做嘅 GPU 1.4倍以上嘅性能嘅。呢個個差別
就係喺呢一度。咁而留意翻佢本身喺用電量啦，喺生產成本上啦，亦都會低過 GPU。咁因此咧，就令到個市場咧就對於個 TPU 個憧憬咧係比之前係大咗好多好多。個差別就喺呢度。簡單講多一次啦，即係 TPU 係專門用嚟設計訓練 AI 嘅，而 GPU 咧就係一款萬用好多、廣泛用途嘅一款晶片，而同時亦都可以用到喺 AI 度。個意思就係咁樣啦。嗯，咁其實係啦，大家都理解一樣嘢就係 TPU 就係再專門啲啦，即係頭先你啱啱講到個非常好嘅例子就係、即係個廚師喺個雪櫃隔離，跟住就令到嗰件事就嗰個 efficiency 會大啲啦，即係甚至係同一個、嗯即係同一個資源，但係就會係做嘅嘢就慳咗，但係大嗯家就要注意翻個 TPU 你用喺邊度地方度啦。所謂客製晶片咧，就其實真係有啲嘢你係做一啲訓練嘅，可能你訓練你有乜嘢模型咧，就要 depends on 你係用唔用得着個 TPU 嚇。咁GPU 咧其實就廣泛啲，其實係事實嚟嘅，即係講緊闊度係會存在啦嚇。咁但係咧有啲人就都已經係講緊個 ASIC 咧呢一方面就係本來都係叫做 AVGO 啦，即係叫做Broadcom 嗰邊首去行先噶嘛。咁所以又因為呢件事咧，就 Google 係呢個 TPU 底下咧，就啲人咧就帶翻起咧，就更加會嗯。睇得到個 Broadcom 咁個前景，咁咪真係可以同講緊嗰個Google 咧就可以相輔相成啦。咁因為本身就係 AVGO 就係做呢啲咁嘅 ASIC 咧係 for Google 嘅。冇錯，係啊，咁啊呢塊晶片咧就大家如果有印象嘅話，或者未睇過嘅，可以去翻我哋之前裝住 Tech 入邊有一集係專門講 AVGO 嘅客製係啊，化晶片，已經解釋咗到底客製化晶片係點樣出嚟㗎啦嚇。咁嗯而當時亦都有解釋到咧，其實咧呢間 AVGO 好大程度上佢嘅重要訂單咧都係嚟自 Google 嘅。咁依嗯。家就係我哋講緊嘅呢一批。TPU 嚇，咁呢批 TPU 咧，其實佢嗰個前景，大家都開始多翻人關注啊！之前冇乜人留意嘅，即係啲人未見到咧，其實佢到底嗰個功能可以去到幾勁啦。咁而今次 Gemini 3就真係再次令市場確認到，哦，原來呢類型嘅 ASIC 即係 ASIC 或者 TPU 係咁強大嘅，因為訓練到啲咁優某個秀嘅模程度上咧，型出嚟嘅。其實可以咁講，某個程度上咧就都帶翻出一樣嘢，因為本身之前Michael Burry 咧就係講緊NVIDIA 嗰啲咁嘅舊晶片咧，或者嗰啲所謂嘅唔同前代嗰啲嘅 GPU 咧，其實佢就調翻轉頭個耗能啊，或者個效能咧，其實就對於新嗰啲咧，其實都係好快手舊嗰啲就用唔到啊。咁啊，所以點解會嗱？但係 TPU 嗰一樣嘢咧，就嗰個損耗性，大家係講緊個損耗性咧，其實就係 TPU 其實係對於頭先你所講啊，你對閒鞋唔係淨係話嗰啲電用少咗，係調翻轉頭可能係講緊你對鞋行少咗都蝕少啲啊，即係呢個咁嘅問題啊，啲廚師嘅鞋啊，咁所以啲人係咧就會諗緊話用 TPU 會唔會係可能再會用耐少少啊，或成本又低啲啊咁啊？即係我都之前可能大家都係啦，即係可以睇翻張宇踢你嗰個意思啦。即係有啲嘢你可能真係使唔使用到10格咧？可能用7格都得㗎喎。咁啊就呢個客製晶片就係咁出嚟啦。咁啊除咗我哋咧就開始或者係股神睇好Google 之外啦，咁啊原來啲大行報告都好似有啲嘢講喎。冇錯，呢份係 Morgan Stanley 好新出嘅一份報告咧，就係針對講呢一種專係應用喺 AI 嘅 ASIC 嘅，即係客製化晶片，包嗯括 TPU 在內嘅一個預測嚟嘅。嗱，如果睇翻張圖表啦，其實依家暫時睇到咧，嗰個黃色啊嗰一點咧，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客製化晶片嘅市佔嘅。咁其實咧就見到佢係估計咧呢個市佔率咧，係會繼續不停咁樣上升嘅，咁而成個呢一個嘅客製化晶片嘅規模咧，佢都預測會由2024年嘅120億美元啦，
增長到去幾年後嘅300億美元，嗯而且咧嗰個年均嘅複合增長率咧係可以去到去34%。咁即係咧，其實好簡單一句啦，就係呢類型嘅客製化晶片咧係會逐步咁樣搶走咗 NVIDIA 本身 GPU 嘅市場佔有率。咁如果咧再去到樂觀啲嘅話咧，其實真係成個嘅規模市場規模啦，係可能去到4000億美金嘅。咁呢個就係當然要再後話嘅情況啦。嗱，咁其實呢個原因咧，佢都係睇好嘅因素，好簡單嘅啫。佢話因為咧如果估下依家 Google 啦，未來喺2027年咧，佢覺得喂賣到50塊。50萬塊50萬至到100萬塊嘅 TPU 咧，其實係唔可以話唔合理嘅喎，即係因為佢其實未來係好有機會，例如好似啲雲計算嘅業務啦，係會持續上升噶嘛。咁而雲計算嘅過程咪就係等於買咗 TPU 嘅算力。咁原嚟咁樣計嘅話咧，佢覺得Google 啦特別係 Alphabet 喺未來2027年咧都會佔住一個好重大嘅份額啦。咁而另外咧有一樣嘢大家都好關心嘅一樣嘢，咦？咁其實如果既然 ASIC 係咁升嘅話，咁 NVIDIA 出嘅 GPU 個份額到底係咪真係會又跌得好勁咧？嗱，呢個咧我都做咗幾多功課去研究過嘅。咁因為咧其實NVIDIA 嘅 GPU 我哋一開始已經提過啦，其實佢係比較慢用啲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嗰個市佔率咧，根據翻啲市場估計啦，包括埋 Morgan Stanley 呢份 report 睇咧，去到起碼未來5、6年後咧，都仲有最少大約80甚至90%嘅市佔率嘅。咁因為佢本身咧呢一種即係呢一種晶片設計出嚟咧，嗰個生態需求同埋靈活性相對上係比較高啲啊。咁而 GPU 咧，佢亦都係好容易應用到絕大部分嘅 AI 模型訓練啦，係佢哋嘅首選硬件嚟嘅。調翻轉頭啦，係嘅，TPU 需求係會增加，但係因為用到 TPU 嘅企業其實唔多啊。你要記住，本身咧 Google 喺設計呢塊 TPU 晶片嘅過程中，點解佢可以令到廚師行嘅路少咗？就係因為佢本身設計嘅時候已經係諗咗點樣融入去佢成個生態圈，包括佢嘅 cloud，包括佢嘅 Drive，佢嘅 Gmail，佢嘅YouTube 一系列嘅寫法嘅客製化嘅一套 programming 嘅。唔係咁容易話另一間 AI 公司突然想用嘅情況下咧，我買咗 TPU 咯，其實係用唔到嘅。咁點解會話Meta 有機會去諗住買啲 TPU？其實都係因為 Meta 佢本身都係一個有好龐大嘅生態圈，即係例如大家熟悉嘅 Facebook，仲有 WhatsApp，咁佢好多嘢已經係打通晒嘅，成個生態圈亦都俾人感覺係同 Google 好相近嘅，咁所以先至可能話應用到呢啲 TPU 嘅能力相對上會高啲，但唔等於成個市場要不停轉晒用佢呢種 TPU。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咧，Morgan Stanley 呢份報告想講嘅就係 TPU 或者ASIC 呢種嘅客製化晶片個需求會不停增加，但唔等於 NVIDIA 呢個龍頭需要被呢個因素而徹底打落神壇。哦，咁啊，即係咁講法就其實都係始終即係 TPU 嗰一樣嘢嗰個即係普及性咧，其實都係比較窄嘅，即係咁樣聽落去。冇錯，咁如果冇錯。要真係取締 GDP 咧，咁就其實係成個玩法，即係其實成個運算嘅模式啊，或者係講緊成個而家係嗰個 AI 界嘅軍備競賽方面係成個嘅模式啊，即係大家知道做一個訓練咧。或者都唔會一時三刻突然間係要變咗，即係以前都有試過有啲叫做超導體啦，都有講過。咁啊，但係你都諗起就慢慢啲人都覺得係唔入流啊，因為大家都唔係用緊嗰種模式嚟去做運算啊。咁而家聽翻阿 Francis 講就話，其實係有個影響性，咁啊，但係仲未試到係即係普及到啲人係用 TPU，所以仲係未影響到個 GPU 啦嚇。係啦，個影響可能會逐步慢慢 apply 落去，但唔會徹底撼動到佢龍頭嘅地位。呢個亦都係 Morgan Stanley 佢好詳細嘅分析，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嚟嘅。OK，咁啊，但係就聽講咧，其實都係有個技術咧，就係因為本身做 嗯 TPU 或者成就尤其是係做緊 Google 嘅一啲叫供應鏈啦，大家都知道而家咧
有兩個派別嘅，一個派別咧就一來就係 Nvidia 不嬲嘅一啲嘅供應商啊，或者邊度佢投資咩公司啊，咁啊另一度咧就已經係有個叫 Google 嘅供應鏈，甚至係 Google 嘅一個產業鏈啦。咁啊產業鏈之中咧，其實都有即係近期有啲比較突出嘅一啲嘅新技術嘅晶片，其實都唔係新技術嚟嘅。即係只不過咧，就慢慢可能個股價做得好啦，再加埋就可能佢同感覺上係同 Google 密切咗咧，就多咗人去留意就係光通訊晶片嚇。嗯。冇錯，光通訊晶片咧，呢個聽上去好似好 fancy 啦，其實個 concept 咧就同我哋叫做光纖入屋啊，用光纖上網，其實概念差唔多嘅。個原因點解突然會攞佢嚟講，點樣成為咗呢個叫做Google 產業鏈之一咧？就好簡單啫，因為頭先提到 Google 例如好似話佢個 AI Gemini。依家個每月活躍用戶啦，去到6億幾，咁加埋佢處理嘅 data 量咧，又可以遠勝於 ChatGPT 喎。頭先咪話係100萬個 token 嘅，咁但係 ChatGPT 都係20萬個 token，個差別喺呢度啦。咁如果咧你要傳輸到咁多嘅資訊、咁多嘅資料，咁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快啲咧？就係將個數據啊，由本來係用電嚟傳輸，改為用光去傳輸啊。咁而呢啲光通訊晶片咧，正正就係話將啲電子信號轉化為光信號，再透過光纖傳輸，實現咗一個叫做高速低延遲嘅資料傳輸。而且呢一種資料傳輸咧，就再唔係純粹我哋網絡嗰種傳輸喎，係直接連晶片之間嘅互動都直接用光纖嚟傳輸。咁所以咧，嗰張圖就見到哇咩GPT 3、4咩未來嗰啲咧，其實就係講緊用嚟應付呢一種未來個數據嘅倍數增長嚟㗎，即係咧係會越嚟越誇張，越嚟越快。咁啊可以咧例如你話未來嗰個增長速度啦，可以去到話100倍，甚至咧有咗光啦，變成可以去到叫做200倍。咁而我哋咧未來要探討嘅嗰啲嘢咧，就係嗰啲叫做光模組啊，生產光模組嗰啲叫生態鏈啦嚇，嗰啲企業產業鏈啦。咁其實而家就見到 Google 啦，佢啲 TPU 咧，我網上都睇嗰啲資料咧，都其實研究緊係點樣再用多啲叫做呢啲叫做光通訊嘅技術，令到佢嗰個嘅AI run 得更加快嘅。咁所以我哋事不宜遲啦，不如就直接講下，喂，咁到底邊隻光通訊嘅股份？依家嘅市場係討論度比較高啲嘅，野村直接點咗名兩間嘅，佢係覺得可以留意第一隻咧就係隻 LITE，另外咧就係留意隻 COHR 嘅，兩隻都係光通訊產業嘅主要企業，咁而且咧同樣都有支援 AI 工作負載網絡基礎啊嘅提供一啲產品嘅，例如頭先提到一啲叫光模塊啦，或者叫雷射器啦。都係光模塊雷射器，就簡單嚟講就係去轉化嗰啲信號變成一啲光點，然之後又有接收器收翻一啲光點。咁咧呢一種需求咧，其實我見到野村係咁形容嘅，佢話如果 AI 嘅基礎建設個熱潮係不停推動嘅話，呢一種光通訊產業鏈咧，其實已經係供不應求嘅，而佢嘅持續性啦，同埋個成長性咧，亦都係遠超於依家市場咧所預期嘅情況嘅。咁另外咧，佢話個盈利機會咧，亦都係會非常非常睇好嘅。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呢兩隻股份咧，綜合翻啲市場資料咧，暫時佢哋嗰個業績營收啦，都係有一個幾好嘅增長嘅情況啦。咁而佢哋本身咧都係同 Google 有好密切嘅關係嘅。咁即係 LITE 嚟講咧，佢有60% 嘅收入啦，係嚟自 AI 設施或者雲端業務。咁而當中咧，Google 咧就係佢其中一個主要客戶啦。咁另外咧，隻 COHR 咧，佢數據中心嘅業務咧，個收入都係好好嘅，咁可以升到成61%嘅。咁而佢當中咧，佢同 Google 嘅關係咧，就係 Google 佢依家用緊嘅一種叫做800G 嘅收發器咧，咁亦都就係由呢個叫 COHR 咧所生產嘅。咁所以咧從呢兩個咁嘅產業鏈睇到咧，其實係Google 對於呢類型嘅光通訊模組咧個需求係確實不停咁樣上升緊嘅。
係啦，咁啊，不過咧，可能對於即係普通市民啦，或者投資者嚟講咧，就唔係太熟悉啊嚇。咁可能股價走勢究竟呢一刻要點樣部署咧？要問翻莊主啦。好啦，嗱咁就其實都帶翻出光通訊晶片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你嗱有啲人就成日都會講緊，即係早排又會講緊內存記憶體啦。咁其實呢一個都嗯係即係我補充翻少少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光通訊晶片咧，其實就對於傳統嗰個嘅電子嘅傳送咧，其實係快咗。其實個模式咧，其實係應該話本身係傳統嘅電子通訊 copper 咧，其實佢係本身係有個極限嘅。佢通常咧就幾米嘅啫，個距離係幾米嘅。但係咧光通訊咧其實係幾十米嘅，同埋咧佢係本身如果係譬如 NVIDIA 嘅 GPU 或者成個佢就將來來去去咧都係個機架入邊可能做傳輸嘅啫，所以佢哋本身係唔係幾需要咁大嘅需求住嘅。但係相反咧，其實就 TPU 咧，其實就係要傳遞出去。甚至大家都知道 Google 係要玩雲端生成啊，即係要用得到嘅，亦要跨過嗰啲咁嘅資料中心去嘅第二個城市都未定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就盡量都係令到要越快就叫做越快就越係簡單，喺嗰個停留面越少咧，咁嘅耗能嘅嘢就會少啲。同埋咧就係如果用光通訊嘅話，有一樣嘢係同本身傳統嘅一啲嘅 copper，即係講緊嘅電子輸送有乜嘢分別咧？其實就係講緊有冇干擾啊。其實咧就講緊用光通訊晶片咧，或者用光通訊呢種技術咧，其實幾乎係冇干擾嘅。但係相反咧，就係如果你係用緊傳統嗰種技術咧，其實係有電池就可以干擾到噶啦。即係呢個就點解？但係點解頭先阿 Francis 可能講咁多？點解話Google 嗰啲嘢會比較 focus 啲或者自主要做咧？因為其實 Google 就係要需要佢個 TPU 咧。就係對於呢個咁嘅光通訊晶片，其實係對於比 GPU 嚟講咧，其實係要高嘅。即係所以咧，其實唔係兩者唔係需要用啊，但係咧 TPU 咧其實就對呢一樣嘢嘅範疇就會比較多啲，因為佢本身係要做嘅嘢就係要訓練啊，就係光通訊嘅嘢就要係即係交個波，跟住再要。generate 到第二個波掉翻過嚟，跟住大家即係你知㗎啦，好似嗱，我哋俗語一句講晒就叫做 brainstorm 啊，係嘛 brainstorm。嗯咁本身咧就 TPU 嘅其中一個嘅模式咧，就係希望係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大家啲資料 gen 完之後掉俾佢，掉翻俾我，即係個 brainstorm 嘅速度要快。咁所以咧就對於嗰個嘅光通訊晶片嘅需求要高。咁但係呢種技術遲早就其實都係會係越嚟越多，可能就會係 GPU 都會留意到啊，因為本身 NVIDIA 都其實有少少蠢蠢欲動咧，係即係對於本身 Broadcom 呢個咁嘅即係呢一類Broadcom 就係有少少連埋呢樣嘢，因為你 Google 只不過一間公司，但係要用TPU 啫。咁但係 TPU 又係講緊頭先我哋有噏過一個問題，就係講緊嗰個客製化晶片啊嘛。咁所以客製化晶片就係成日要用嗰個光通訊光通訊嘅呢個零部件。咁所以就 NVIDIA 其實就越嚟越遲早係應該會對 Broadcom 係越嚟越有興趣。咁好啦，我哋去咗咁遠咧，咁我哋都翻。咁我哋第一件事咧，就當然我反而係有興趣咧，就同大家第一樣嘢就反而係講緊個 Broadcom 啦，即係講緊 AVGO。咁 AVGO 嗰個股價咧，我哋去望一望先咁好，咁我睇翻咧就 AVGO 個股價咧，其實咧就到我哋而家做緊嘅時候，大致上就去到成400幾蚊啦，400零幾蚊。咁嗱，顧名思義咧，其實佢講緊你見到個周期咧，就行咗一個好耐嘅橫盤啊，由2025年嘅9月一路咧就去到延伸到11月中前咧，都其實都係介乎於360蚊到或以下嘅啫。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嘅移動平均線咧，同 Google 不相伯仲，個周期線不嬲都係擴散式嘅啫，就係好短時間之內咧，就佢出現業績咧，跟隨翻個大市咧，就一齊跌咗落去一陣，跌咗落去2-3週啦嚇。咁但係呢2-3週咧，其實佢就叫勉強頂到10天線企到20天線樓上，而同時間因為呢個 Google 嘅一個白熱化啦，我講呢個短期白熱化咧。就幫助到咧，就 AVGO 咧就係突然間做咗個靚突破，就係360蚊嗰個咁嘅心理關口破咗，甚至咧就破埋10月27號講緊嗰個上影線就380蚊。所以咧就如果睇翻短時間之內咧，其實就AVGO 其實係如果用中線角度嚟講，嗰個動能鏈
甚至係講緊平均線嗰個形態都係靚仔嘅。咁但係就注意翻啊，始終咧都係同樣同 Google 一樣咧，喺一個日 K 線入邊嚟講，都係叫做有啲偏離啊。唔排除咧，其實佢都係需要試翻日 K 嘅20天線，即係介乎於300幾蚊嗰度，要揾翻個支持370幾蚊嚟做個支持，會比較理想啲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有少少係叫做成勢，跟住先至話要炒高嘅啫。如果係一個理性啲去睇咧，都係要做少少調整，先至適合用一個中線角度去睇嘅。咁但係咧，另外嗰兩隻咧，其實就都喺一啲唔同嘅情況底下都有提及過啦，即係 LITE 同埋 COHR 咧，其實咧就呢兩隻入邊嚟講咧，COHR 頭先阿 Francis 都講咗啦，佢係集中咧，其實就係幫緊 Google 某一類嘅晶片嘅其中一塊去搞嘅啫。咁呢一樣咧就好睇佢本身嘅產品方面究竟會唔會係賣得好啦。咁如果係賣得好嘅，咁啊相對嚟講會對住 COHR 咧就會比較即係持續性嘅幫助會大啲，甚至會唔會有其他產品都用佢呢種技術或者用佢嘅零部件咧？但係相反咧，就 LITE 咧LITE 呢一樣嘢咧就會比較係闊啲嘅，即係佢本身咧就佢嗰種嘅技術面咧就有少少獨家技術喺入邊嘅，咁所以喺短時講緊 LITE 嚟講就但係啲人就會覺得呢間公司始終都唔係好成熟啊，即係技術又好似好出眾，但係講緊公司就唔係咁成熟咧，都係會擔心佢個股價雖然係成個周線都係靚仔，但係都係有少少偏離嘅。咁所以咧就理性啲去睇咧，最好都係又係用緊日 K 落翻20天線嗰度，大致上係290蚊度。諗住佢有冇呢個支持去做另一個部署會好比較好啲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其實都幾好啊。今次我哋又會講緊嘅嘢都係牽涉一啲新嘅技術範疇啦嚇，咁啊大家都希望大家理解多少少咧，就係 Google 咧，其實我自己都離身係一路都有即係持有一段日子㗎啦。咁啊，但係同上但係我估唔到一樣嘢咧。就真係佢個技術咧就突破之餘，令到係調翻轉頭，連佢個硬件咧都話叫做同 NVIDIA 係會叫平分津色啦，平分津色都未叫取代嘅。我覺得我都同意 Francis 所講，或者佢會研究嘅報告所講咧，我覺得始終要改朝換代，甚至係即係要變咗做 NVIDIA 嘅霸主咧，其實就一時三刻未必咁容易。我覺得ChatGPT 咧，其實係會方便到你係做啲 point form，同埋你執文章嘅時候會幫到你嘅，係字體上嘅嘢，即係文字化，其實係會幫你做到個組織。其實係 ChatGPT 真係有佢一套嘅，可能佢同 Microsoft 係有啲關係啦，或者係Copilot 啊乜都好啦，即係嗰啲可能佢有少少近磅啊，所以佢哋係對於對於啲可能擺翻落去，可能係啲 PowerPoint 嘅嘢嗰類咧。其實係 ChatGPT 睇落去係用落去係呢樣嘢好優勝啲嘅，但係相反咧，就你講緊話係啲新城嘅嘢咧，即係出片啊，你甚至咧有我一個體驗啦，我就會發覺咧，如果你 Google 咧，你唔好問唔一定你 generate 啲字俾你索性咧你就話生成一幅圖片解答咁樣，即係一紮你個原因，你試下。直接就俾埋佢用幅圖答你個問題，佢反而俾你一個幾有驚喜嘅，即係唔好用字答你，即係嗱 ChatGPT 咧就用字答你有啲怪字出嚟嘅，即係用幅圖啊 sorry 用啲圖去答你問題，會有啲怪嘢出嚟嘅。但係咧，你如果係用緊 Gemini 咧，你就唔好問佢字，你索性就因為佢嗰個訓練軟件勁啊，你直接就話你不如用幅圖嚟解答我，跟住佢就會變咗佢會用佢嗰模式嚟。生成一幅圖去解答到你，就容易用嚟做 present 嘅。呢個就係我覺得就係我用家感覺上就係兩樣都有用嘅，不過就兩樣都用唔同嘅